第12轮的公费疫苗今日开始注射，高雄新增加一个注射站，是一间专门咧办桌的饭店。因为这批提供3种疫苗咧做，人数就会较济，所以市政府才会安排交通利便的饭店来做注射站。3楼。 伫大厅有人接应上3楼，唔知的人叫是遮尔侪人要来饭店用餐，其实民众是来加注预防针。家属在右边等哦。 3楼的宴会厅全部拍通，成做大型的注射站。伫装潢豪华的高级饭店内底，民众分区等待注射甲休困。有人讲安尼心情较轻松。 有点像要进来吃饭，排在这边好像气氛比较缓和一些，不会那么紧张，很舒服，然后大家都很专业，我觉得非常好。第12轮公费疫苗拢总有3种，这个新的注射站逐工注无同的疫苗，目前一工预约3000多人，按算3工会当提供1万人服务。来自预防针的民众有专门的通道，绝对袂人客人。施打的民众跟用餐的民众是有做分流的一个处理，而且施打站是在我们3楼的整个楼层，跟其他楼层用餐的民众是完全做区隔的，而且每天施打完毕之后，整个场域都会做所谓的大清消。卫生局表示，这摆12轮第一阶段注射的人数有35万6千人，人数真多，才会伫北高雄捷运站边啊增加注射站，拢总规划1600外的场所，希望提高高雄的注射率。记者邓嘉文、罗维哲高雄报道。